春秋航空招空數下，年齡咧就放寬到40歲，已婚已育仲優先添，直接就打破咗航空行業嘅青春濾鏡啦。但係你唔好以為呢個係單純嘅關愛女性群體下，背後藏住咧嗰個被稱為最孤寒航空老闆黃正華嘅經營智慧。今日我哋就講下喺佢嘅孤寒入邊可以學到咩本事。首先咧，你會發現黃正華其實係從來都唔屈服於行業潛規則嘅喎。人哋咧都聘呢個年輕空姐顏值，佢咧就要招空數喎。點解？因為佢明白客艙服務嘅核心咧就唔係好睇，而係好用。空數咧就有人生閱歷，有經驗，又識處理突發情況，甚至可以做團隊入邊嘅資深小姐姐。嗱，再嚟講佢孤寒啦，呢個真係出晒名㗎。聽講佢辦公室先10個平方，而佢張沙發用咗20年都唔換。但你冇發現啊？佢嘅孤寒咧唔係亂嚟嘅喎。反觀公司嘅成本，佢淨係賣 A320一種機翼，慳維護費。嗱，佢又唔似頭等艙喎，咁樣可以裝多20幾個座位。而春秋咧係靠官網直銷去慳代理費嘅喎，而家成為咗廉航入邊最賺錢嘅。原來孤寒嘅本質係唔將錢花喺華麗嘅包裝上邊，全部都用喺降本增效上啦。嗱，最後一點咧就係佢永遠知道用戶真正要乜嘢。大家坐春秋貪嘅咧就係平，所以咧佢就唔提供免費餐食、壓縮座位空間，就將成本讓你俾票價。而用戶咧怕嘅就係平嘢冇靚嘢，所以咧佢就用空數嘅細心穩妥嚟填補。比起嗰啲搞高端服務但常年虧損嘅航司咧，黃正華嘅邏輯咧就特別簡單，唔好俾用戶唔需要嘅附加值，將佢哋最在意嘅低價加實在服務做到位，自然就揾錢啦。呢個咧就係點解人哋覺得廉航賺唔到錢，佢反而將春秋做成咗民營航空嘅傳奇咯。